后来乡亲啊，台湾之光，中兴大学材料系一个硕士罗少维，到西班牙参加练钢的挑战赛。罗少维伫2点钟内算出上有效率的制定甲配方，练出着成本上低钢，打败50个国家1000外好手，摕到世界冠军。 穿防火衣，伫真悬的温度，而且火车一直喷的环境下，将燃火的钢倒出来。中兴大学材料系硕士生刘少伟，逐工拢爱穿技术，长时间忍耐高温，逼家己伫2点钟内爱完成炼钢。可怜有结果，刘少伟代表学校去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国际钢铁协会所办的第13届钢铁大学炼钢的挑战赛，打败50个国家的高手，摕到学生组的世界冠军。以往的比赛都是只玩一个模拟器而已，那这一次比赛，它是玩了2种模拟器，也就是说，它这2种模拟器它会像火车列一样，它前面那个的成绩会影响后面的成绩。 这场炼钢比赛总共有1904个选手参加，因爱伫2点钟内用线上模拟的方式，算出上届有效率的制定甲配方，最后看什么人炼出来钢成本上低，安尼就赢。在2月的时候就有办一个集训，那就每天都是花大概4个小时一直去玩它的一直去试它的参数。朴树生张玉温是摕到银牌，世界级的炼钢比赛，中兴大学都摕到冠亚军。真公营嘛为台湾争取光彩。